有啲朋友知我搬咗上深圳啦，咁我咧當時想揾個迷你倉擺我自己收藏品啊、玩具啊，亦都經常要翻香港陪我老豆打下golf，帶小朋友釣下魚，仲要踢夜波添。我話西琴嘅唔係咁容易，不過我揾到啦。24小時嘅冷氣，24小時嘅監控，亦都有晒符合消防標準嘅設備。你知搬咗好多嘢㗎啦，自己好多嘢又唔捨得抌喎，咁但係又搬唔走喎，所以咧一部分嘅嘢咧，我 pack 咗俾朋友，另外一部分咧就攞去咧捐俾慈善機構，全部 pack 好晒，擺晒喺度。搬我邊有咁多時間啊？不過用咗佢哋服務，打個電話之後咧，佢有專人咧嚟到屋企，將我 pack 好嘅箱全部搬晒過嚟，放到整整齊齊。洪生等等，咩事啊？你仲有嘢未簽啊？我唔係簽晒啦咩？仲有呢張啊？識揀，梗係揀至尊啦。